今日介紹呢間空中別墅，又有商場，又有鐵路，又有海景。瀛海，瀛海由恒基2013年發展，總共有5期21座。呢個單位4房4套，2800尺，咁分上下2層，下邊客飯廳，上面有睡眠區。單位採光度十足，喺屋企就有度假感覺，有10米長嘅泳池。呢個位置可以日日開 party。單位臨海而建，鄰近海星灣，前有吐露港。全屋名牌家電，仲有咁正嘅 view 煮餸。廚房台面闊落，呢個工人房一啲都唔失禮。嚟到上層位置，入到嚟房間，全屋玻璃幕牆設計，將陽光引入屋。每位家庭成員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間，而且呢區係風水上嘅九運，北面見水旺財嘅格局。好多老闆或名人買嚟用做風水屋。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呢個單位？歡迎評論區話我知。